大家有冇諗過透過共創計劃可以點樣改善路牌設計，令大家居住嘅地方變得更有包容性同更有活力呢？今次樂齡實驗室聯同創新夥伴澤善基金會、何張淑苑慈善基金以及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同埋香港中文大學知識轉移項目基金合作推行參與式研究計劃好好生活館，應對香港人口同埋樓宇老化問題。第一期計劃以沙田第一城為先導屋苑，用8個年齡友善社區設計元素為框架，招募長者、不同年齡嘅居民同埋建築環境專業人士組成社區智囊團，共同探索年齡友善房屋設計，推動居家安老同埋跨代共融。我哋希望延續研究成果，喺第一城開始咗第2期計劃，進一步與社區持份者同埋香港大專院校嘅學生義工共創年齡友善社區尋路系統及標識導引方案。當初見到呢個計劃嘅時候，我覺得好有趣啦，因為係一個 bottom up 咁樣，亦都可以同唔同年齡層嘅居民一齊去 co-create 一啲嘢，去幫助第一城改善佢嘅路向嘅標示啦。呢啲標識導引方案唔只有揾路功能，仲可以提升行人安全，同埋吸引居民探索屋苑。喺呢6個月內，我哋透過一系列嘅培訓同埋共創活動，揾出最需要改善嘅地方，同時又吸收標識導引設計嘅概念，最後提出適合屋苑嘅設計方案。喺40幾年嚟嘅一個社區咧，有一個咁好嘅改變嚟講咧，係一個比較上係吸引人注意嘅嘢，亦都可以帶俾其他舊區嘅一個示範作用。我哋喺 Place Audit 嘅時候咧，就行過唔同嘅路啦，咁就發現啦，其實有標示嘅，唔係冇標示第一城，只不過啲標示好似唔係好足夠，同埋啲標示咧，其實好似係為車而設多過係為行人而設咁樣。我覺得嗰個共創嘅工作坊係好有趣啦，因為真係集合咗長者啦、一般成人居民啦，同埋我哋有專業知識嘅人啦，再加學生一齊去逐一步一步咁樣慢慢去揾到我哋想設計嘅嘢。喺計劃過程中，團隊與物業管理公司同埋業主委員會一直保持溝通，建立互信。由揀測試路線到展示原型設計，到最後可以獲批安裝並進行實地測試，將共創意念逐一實現。團隊同學生義工整合咗智囊團共創嘅點子，設計咗12個標識導引設計原型。其中7個更加以1:1嘅比例製作同埋安裝測試。點樣可以額外攞到啲 sources 俾我哋去 enrich 到我哋自己本身嘅 database？ 譬如可以請到大館嘅標誌設計嘅一個設計師，咁俾一個 comment 我哋，同埋點樣可以由專業嘅角度去分析到現有嘅設計係一個好與壞咧咁樣樣。呢啲唔同嘅知識嘅加入咧，先至可以做到，即係可能成個 project 比較有 fluent 啲嘅一個過程。計劃佢哋落地嗰個成果啦，可以真係可以見到，譬如背後有一啲唔同嘅實體嘅展示品，去俾人見到我哋嘅作品係的確係落到地喎，見到居民直接摸得到呢件作品喎，嗰個成功感其實好大。咁我最印象深刻嘅咧，就係有一個街坊就話，希望我哋嘅地圖可以增加更多第一城嘅元素，譬如話係隔離嘅城門河。有時我透過同啲街坊們嘅對話或者接觸咧，可以令我更加了解到實際，因為佢哋係用家嘛，佢哋係住喺嗰個地方嘅人，可以更加了解到佢哋嘅需求啦。咁而了解到佢哋實際需求之後咧，就可以同我哋嘅設計作出一個結合，咁樣先可以做出一個非常之成功嘅一個共創嘅設計。咁我就係讀城市規劃呢一科啦，平時上堂嘅時候就會講好多關於空間嘅 design 同埋 theory。咁最重要咧，我哋成日都強調一個 concept 就係以人為本。即係我同我啲組員就通過參加呢個計劃咧，就希望可以學以致用，可以明白到一個空間點樣營造佢嘅自己嘅特色啦，同時都可以解決到唔同長者、唔同使用者嘅需求啊。
可能住咗好喺度一段時間就覺得都係咁噶啦，但係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原來其實都仲有方法係可以改善到喎，唔一定係一啲好複雜嘅方法，但係原來有啲微細位咧，其實都可以令成個第一城嘅環境係更加之長者友善。樂齡實驗室希望藉住計劃，俾不同年齡層嘅用家參與整個建築環境改良過程，並將研究成果與屋苑主要持份者分享。希望第一城嘅共創經驗能夠成為全港大型屋苑嘅首個示範，攜手推動年齡友善設計進入更加多社區。